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阮知己的名，原来一日国阿国啊，我拢叫伊江国的。伫北部电台咧做主持人真出名，原来业界的前辈，伊甲我斗讲国情啊，我一间厝要卖，结果佛家安尼吼，真晦气啦，因为吼。来甲因卖厝迄个中人，迄个11哥啦。11哥是安那？是得失着理想。咱咧讲11哥台湾话3字的解说，甲11有啥牵连？我即马嘛查无啊，意思讲独身啊就对啊。啊伊吼讲话弯弯翘翘啦，我毋是犯嫌伊11哥啦，毋过吼伊个人无实在。啊是安那无实在？伊甲我讲啊，讲吼伊即马若带人来看厝，叫我着爱惊听电话。讲吼，本来我即间厝500万要卖，就爱电话迄头惊啊举起来，有人讲吼要甲我出650，要甲我出700，做即个空气电话我都无爱。啊，即句空气电话咱嘛知影，激空气的啦。台湾话即个3字的咧表示，一听咱就听有啊，就是讲制造行情，制造迄个虚伪的、迄个假影效果，讲做空气电话啦。啊，讲遐讲，啊，我即个人才实在，万一若互探听到鼻目芳，安尼我就闹开。我做这个空气场对我就无好哩。鼻目芳安怎样解说？鼻目拢有芳，意思讲鸭卵目嘛有芳。即句俗语总是咱啊用秘密的暗藏，早晚人会探听到线索。线索咱华语一句成语讲蛛丝马迹，就是鼻目芳啦。结果吼，啊讲遐讲。安尼吼，伊叫我做空气场，我不爱互探听到鼻目芳。我讲啊，这人做中人有做中人的想法啦，毋是。搁较形象就是讲，伊竟然甲我问讲，你间厝敢有歹物啊？吼，啊那安尼就含慢讲话安尼，歹物啊，谈台湾话两种解说嘛，咱知影嘛。头一种就是梦算的，就是妖魔鬼怪，就是讲你这间厝，人咧讲敢有清气相嘛。啊，第二种解说啦，歹物啊啦，咱即马原来有人社会上咧讲生迄个大镜头。医生已经无在调，伊啊讲身躯生歹物啊嘛。结果啊讲遐讲吼，我甲因安那，你敢知？因安那？人即间是我的起家厝呢。吼，这原来3字的，原来台湾话咱社会流行咧讲啊。起家厝就是讲我踮遮有趁到钱，我踮遮有发展，我踮遮是做甲真成功。你煞咧讲我即间厝歹物啊？你真正含慢讲话，真正无礼貌。有影啦，这拢是台语3字的应用，社会咧流传，咱一听就听有意思的艺术的话语啦。